台湾人爱浸温泉是世界出名，小小的台湾有各种无同特色的温泉。不过你可能唔知影，伫咧北投的温泉区有一尊世界唯一的长寿观音。因为日本是一个爱泡温泉的这个民族嘛，日本人呢，来到咱北投开始有这个女社建设了后呢，希望有一尊菩萨。啊，这个建立好势了后呢，要甲号一个名。啊，这个过程当中，铁路部运输科的科长，伊嘛甲提一个提案讲，我甲号做伊某哩 YUMORI， 刻出来 U 就是王线，就是日语汤嘛。好，茉莉 MORI 就是守护的守，守护温泉的观音，这是安尼来。因为是全球敢若一尊叫做汤守观音，啊，这的游客足多嘛是慕名而来哦。到底汤守观音伫倒？汤守观音吼，伊是咧千手观音的后壁面。从侧面来看，我们就可以看到隐隐约约的部分。三边人拢共款。从日本统治台湾了后，台湾人开始爱着浸温泉。到底温泉是有偌尔好，会互台湾人一个爱着超过1世纪？当初时日本人来台湾开发温泉，又搁要发生啥物趣味的代志呢？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这是台湾款，我是主持人嘉豪。讲到咱台语歌曲内面啊，有真侪甲这温泉有相关的，唔知观众朋友恁敢有注意无？其实上这温泉甲咱的生活是真接近、真相关的。常常我下班的时阵，若到寒天的时阵哦，来感觉讲吼，身躯疲劳，下班就随去北投浸一个温泉，会当来消透我的疲劳甲压力。也讲到这洗温泉这个历史哦，咱台湾人究竟是对当时开始洗温泉，唔知你敢知影？今日邀请到2位专家，是对南北二路来哦。头起先要来邀请的，就是伫咧北投大汉，看到这个北投文化区的变迁一个过程，也就是咱的北投在地囡仔，邀请到咱的杨杰杨老师，老师你好。大家好，你好，观众朋友大家好。第二位要来邀请这位呢，就是专攻对这个旧相片伫咧研究台湾历史，而且是驻丁台湾的创办人，欢迎王主席王老师，老师你好。主持人好，大家观众朋友大家好。无论你是讲洗温泉、浸温泉，或者是洗风水，讲到这温泉吼，来请教杨老师啊，就是讲吼，这温泉因为是天然资源嘛，就是天公伯赐予咱的。既然就是讲有这个物件，自咱有人类活动开始，就咱台湾的观点来看，台湾上早开始伫咧历史当中，当时有记录着这温泉这部分啊。同早就是迄款西班牙人吼，伊来咱北投这边。采炼硫磺，啊，迄时来采炼硫磺的时候，已经发觉咱北投有温泉，啊，过来就是迄款荷兰人来，共款是做迄款采炼硫磺这个动作啊，所以就是讲同早就是已经，迄款西班牙人因这边就知影讲北投的温泉，啊，咱北投的温泉就是讲伊有几个迄款称呼，啊，包括迄款文字记载，同早就是讲咱迄款在原住民，原住民伊就讲北投的温泉，伊叫做北支那，就树林的古地名，北支那，其实就是原住民伊讲温泉的意思，对吧？哦，所以其实就原住民的这个地名，咱人知影讲，其实北支南还是北支那这个所在，其实伊就是有这个温泉。这个部分吼，那个老师请教就是讲，其实你看像北投好啊吼，其实你看即马北投规个产业就是真大，温泉产业真大。啊，等于讲其实伫咧历史这个过程当中，一定是有去甲伊开发出来。也就是自北投这做例好啊，伊甲伊开发开始了是差不多是当时伊才是真真正正对这个一般的自然资源进入到真正规个温泉产业的开发的。嘛是爱讲到日本人啦，因为日本人伊本身伊就是真爱浸温泉的一个民族，啊，所以伊就是拄来台湾的时阵，伊就随来北投做调查，啊，就发觉讲，北投温泉的种类真多啦，当时就是已经有看到，就是咱即马地热谷的青黄温泉，啊，过来就是普遍的白黄温泉，北黄，啊，山顶有一个铁黄。铁黄，铁黄温泉，铁黄温泉啊，另外佫
即摆的亚欧，咱即摆知影的亚欧统最就是海域嘛，大部分拢去办海域嘿。啊，但是咧日本时代就是发觉着迄个所在就是有迄款泥浆温泉，但是泥浆温泉无多，就是有泥浆温泉，但是伊的量足少的，哦，伊的量足少啊，所以就是一般人拢唔知影讲北投嘛有泥浆温泉，啊，所以北投就是大约就是这4款的温泉，嘿。因为做一寡这调查，为什么讲这温泉对因日本政府来到台湾了，伊甲这个温泉看作是最重要的所在啊。1895年，日本来到咱台湾的时阵，伊当时就是讲，那辜显荣伊一个人，就是有一个德国的硫磺商人，德国的做硫磺的商人，伊嘛甲迄款郭显良，伊就去迄款实际这边，甲日军带入来。因为这德国硫磺商人，伊就是主本就是踮咧咱北投做硫磺的生意。当时迄款总督府内底有几个，譬如讲迄款海军少将，一个海军少将叫做角田秀松，伊就邀请这角田秀松来北投伊的温泉俱乐部享受北投的温泉。这角田秀松伊本身是军人，所以伊就是长期了甲台湾总督甲建议，讲咱北投这边会使做官方的一个疗养的一个地方。自迄个时阵开始，就是总督府伊就开始就非常积极来北投这边做调查，然后甲规个北投就是讲，自本按算是要甲新北投地方，新北投地方拢当作是官方的疗养的所在。这相片这是迄款当初迄款陆军吼，伊统早来北投，伊就是有设一个迄款陆军的迄款病院，这个病院伊主本就是要互迄款一寡迄款军人，甲一寡迄款总督府内底一寡官员，来北投这边，就是用迄款温泉做疗养。所以伊是等于讲是温泉结合医疗一个所在了，对啊。为啥是日本迄个时阵啊？就是讲咱即马当然，咱知影讲即马是科学一个进步啦。为什么因迄阵认为讲这个浸风水会当对身体甚至是疗养有帮助？你讲到一个重点，因为咱大部分拢讲台语讲温泉啊，对不对？但是咱北投是讲风水，因为北投的温泉内底拢是含有硫磺。所以北投拢讲叫做风水。伊就知影讲咱北投的迄款风水内底含有非常丰富的矿物质，那是对身体是非常有帮助的。所以才就是很积极的在北投这边就是成立官方的一个疗养的一个地方。老孙啊，像请教这张相片像关阿岭啊，这个温泉伊是当时开始有渐渐去用开发的。较早有文字的这个记录，其实清国的时代也有写到这个物件啦吼。但是就像老师头壳讲的，其实这温泉足侪拢伫山区，就是原住民的地盘。你要去遐开发啥，其实有一寡风险啦。其实到一般台湾人嘛，较少咧去用这个资源，拢是等到日本时代，较有开始咧开发，像咱看这张四重溪温泉，迄就是1895年，日本人来了，伊是一个宪兵，骑马啊去调查。其实南部足侪温泉，伫日本时代拢是安尼发现的，就是开始伊军队就是自己去调查。就到一个所在来发现讲，这哪有温泉，有足侪资源会当来使用，所以这四重溪温泉伊的年代较早，发现的年代足早。一开始伊嘛有考虑讲，要互这军人来使用，但是后来哪像无特别用较侪资源去开发，伊是等到1920年代，较有真正较大规模的开发，像关阿岭遐嘛差不多是安尼，但是一般来讲，日本时代一寡记录是写讲1898年，军队伫遐发现，这关阿岭有这个温泉，足特别的，但是我去调遐的资料，我认为讲迄年代可能较晚，但是日本时代后来咧写的时阵，可能有甲迄年代用到。一般应该是大概1902年
1902年就发现啊，发现的时阵，其实当阵阁有即个石油的公司，伫遐调查，都有石油。关仔岭迄个所在其实足侪即款天然的资源，加速、汽油，一类的物件，所以咱有看到水火同源嘛。后来就是即个石油的公司的员工，发现讲伫遐泡的，风是怎好去？过来阁有军人，是警察，佮遐讲伊泡了，啥病就好去，梅毒，一类的，结果后来就是愈来愈侪人知影，这泡这有效，因为日本人就是对这做有兴趣，就开始名声愈来愈大安尼。讲到这洗温泉浸风水吼，这效果一下就传出去。日本政府来到台湾了后，资本这的温泉开发真济吼，拢是要有一部分是要互这军人甲警察来做疗养的。也讲到这温泉资源会当互咱的阿公阿嬷辈开始享受，是究竟是对当时开始咧？咱小休困一下，较听下继续讲。有人讲，这个关仔岭的温泉是高高黏黏，搁香香啦。这麒麟寮一款称呼，讲麒麟寮洗身躯免氯。要来请教老师啊，就是我有听人讲吼，是讲关仔岭温泉应该叫做麒麟寮啦。讲是这个麒麟头。就是这个水火东源，就是迄个碧云寺迄个所在本火。伫较山脚的所在，就是出温泉，就变成麒麟寮啦。拄则老师你有讲到啊，讲到有迄个做石油的所在，去到迄个所在要探勘吼。所以我想要请教啊，这个为什么关仔岭迄个所在，伊迄个温泉吼，敢若落个梅啊，共款这温泉，甚至有人讲洗起来是油，敢是甲迄阵啊，伊想要去找出迄石油是有牵连的啊？可能有即款。关联啦，但是就是讲，日本时代发现讲这关仔岭温泉伊足特别，是落个梅啊，个乌安尼，就后来一开始是有人讲有效，一人传10个，10个变100个，愈来愈侪人感觉讲有效，所以后来就是足侪人知影这个消息。连这病院的院长，卫戍病院院长拢走去遐调查，总督府嘛派人去调查，调查伊的这成分啊，就人感觉讲，这真正有这医疗的效果就对啊，所以就愈来愈侪人想要来到这个所在，来浸这温泉。老师，咱往遮看到一张旧相片啊，这有一定是。查某囡仔，全部拢是查某囡仔，因来到一个所在叫做洗心馆，洗心这张相片是啥物款的相片？这张相片大概是1930年代翕的相片。这学生是伊当阵的台南理高女，第2高等女学校，就是即马伊的学校，即马伫。现代中山国中迄个所在，台南市的中山国中，但是因的学校是认为是对这台南女中，就是台南女中的前身就对啊，所以这张相片其实是台南女中校友会内面收的相片，这就是日本时代咱的阿嬷，就去参加一个旅行就对啊，以前的学校常常拢会办这种休学旅行。就是去一个所在，就开始放松身心的对啊，但是去遐其实你是爱学习的对啊，所以伊这个相片内面有一张就是因伫遐上课，所以你看去到这个所在，像做体操，你注意看迄相片有一个细节，有放一个留声机里边啊。放音乐，放音乐做体操，这个学生除了你浸温泉欣赏这个风景以外，你搁爱扫地，你搁有扫地的相片，搁爱上课上什么？老师想讲台湾的这个山脉，有什么山脉？就因为遐伫山区嘛，就是讲这个物件，所以真特别啊就其实不只是学校会去，关仔岭这个所在伊
有一个专门在办这种研习活动的一个场所，演讲所啦吼，但是伊当阵拢会去足侪机关拢会去遐开会，办这个研讨会，拢伫遐，所以这款活动足侪。背景已经温泉的名叫做洗心馆，洗心馆迄其实是本来是日本人开的，但是伫这个相片翕的时阵，已经变成台湾人咧经营，因为1930，应该是讲1929。这经济大萧条，美国的股市崩盘，影响到全世界，其实足侪人都赚袂掉。本来这间的头家，就是足侪钱拿袂出来，只要把这洗心馆卖掉，就一个台湾人姓吴就去遐买落来。迄当阵伊会甲买落来的原因，其实伊有讲到，就是讲这时机歹我找袂到。比这开这温泉馆较好的生意啊，就是伊当阵会当找着上好的生意，就是做这，所以就继续安尼经营落。要甲伊请教杨老师啊，就是讲吼，咱讲到这个日本来到台湾了后，真正开始开发到这个温泉区，因为毕竟这温泉区拢伫咧较瓦山边啦，就是讲一般人吼，甚至讲因遮的军人啊、警察啊，要到迄个所在，会当讲是路头较吊弯。因是虾米款的方式伫咧开发？差不多是伫当时才开始做这款的较详细规划咧。北投因为离迄款台北城较近，所以就是讲。台北城嘛是足早就已经有开发啦，已经有开发啦。自淡水要甲迄款一寡民生物资，上来去台北城，就是行喺淡水河，踮咩大稻埕这边的码头，上岸嘛。所以迄时阵来初到来北投调查温泉，来北投开发温泉，一开始就是讲。会使坐船，会使坐船，同齐就是行路啦。过来就是讲军人伊拢有马，所以卖骑马来。搁另外就是讲第一款火车铁路未完成的时阵，迄时阵搁有人是坐马车，坐马车马车来北投浸洪水，迄是拄开始的时阵，1901年台湾的迄款铁路完成，就是运鸡人一直到迄款高雄打狗嘛，这个所在，落尾搁有到迄款屏东，但是迄时阵是1901年的时阵是初步的完成，但是完成这个铁路的时阵，就是有一条特别支线，这条支线叫淡水线。甲即马咱捷运的淡水线是一模一样的路线，伊第中啊，就是讲即个淡水线，伊就是第一开始，伊就是有设迄款北投站，北投站，甲咱即马看这相片，这是新北投站无共款。嘿，迄时来北投，要进北投的洪水，你就是坐火车到北投站落车，然后就行路入来。过溪、盘山，到新北投这个所在，因为新北投这个所在到洪水，拄开始就是较辛苦啦。虽然已经有火车较方便，但是你来进洪水的所在，就是爱跋山涉水，真正是跋山涉水哦。你洪水享受完洪水了后，你要回去的时阵，搁爱跋山涉水，甲坐火车离开哦。拄开始就是。虽然有那款官方的卫戍兵院这样子一个疗养的温泉的疗养的地方，但是北投嘛是有足多那款私人的温泉那款旅馆吼，但是旅馆你去旅馆浸洪水爱开钱，所以真侪人嘛是踮咧款野溪温泉直接泡，因为野溪温泉免钱啊，北投野溪温泉就是温泉啊，就是直接野溪温泉泡。迄时台北厅长伊就感觉讲安尼袂使，我就是爱个另外个设计一个迄款公共浴场，这个所在，因为迄是
官方的一个部门，所以公共浴场也收费会比较低廉，因为公共浴场的完成了后，就真侪人来北投浸洪水，但是到北投浸洪水，就是火车落车在北投站落车，你就爱行路过溪，还个搬山过岭安尼，到北投这边浸洪水所以迄时阵就是台北厅再加迄款铁道部那铁道伊这边参详，就是另外踮咧淡水线搁增加一个支线，淡水线本身就已经是支线，也是纵贯铁路的支线。所以就是讲增加的那个淡水线的支线，那个变支线中的支线。但是伊这个支线中的支线呢，伊敢一站尔，伊敢一站，伊就是阮北投到咱即摆新北投，到咱即摆新北投。这个支线中的支线，伊有家己的名称，叫做夜场线，夜场线、浴场线。就是顾名思义，伊就是因为北投温泉公共浴场的完成，再增加了这个浴场线的铁路，浴场线的这个铁路完成了后，伊当然伊会设个款车站嘛，这个车站因为伊是北投这个所在新的所在，所以就是踮咧北投原来北投顶悬搁加一个新北投的名，就是安来。就是因为有这个车站，有这个新北投车站，叫新北投这个地名。无主本是无新北投这个地名。新北投这个地名是完全是因为这个车站的关系，叫新北投这个地名。所以这个后来咱相片看到这是新北投车站，新北投车站，所以是为着迄个液场线，佮起迄个婚礼当中的婚礼，就是这个车站对吧？所以迄个时阵除了会当坐火车。洗温泉以外，还有这张相片咧，老师这张，是四重溪温泉附近的道路。这就是大家拢知影讲，你要去洗温泉，交通若无方便，迄人客就较少。伫南部搁也是安尼。尤其像你看关仔岭，关仔岭虽然讲1900几年，大家就知影讲，这温泉有效，大家想要来浸看卖啊。但是要去遐足困难，遐无啥物道路，啥拢无。一开始就是有迄个轻便车，轻便车是以1905年较牵一条过去，佫无法度到。你到中该换坐迄个更迄个轿子，更入去，迄足麻烦就对啊。但是迄当阵的台湾的交通建设，开始咧发展，有即个纵贯铁路，纵贯铁路，到1920年左右，开始一般的道路开始慢慢出现，因为汽车。自动车开始愈来愈侪啊！到1930，这纵贯道路，好像讲有纵贯铁路纵贯道路，开始拢用啊差不多啊！你要去这温泉区，较方便。所以到这个时阵，你若要去关仔岭，一般就是你先坐火车，到这个后壁寮，去租一台汽车甲驶过去，嘛有人去白河。换迄个自动车，直接驶过去。像这就是最有名就是屏东这四重溪附近的道路，因两边拢有这树啊、木马房，是一个足水的风景啦所以若要去洗温泉，就是塞车行这款的道路去洗温泉。老师，你对我讲到一个野溪温泉，后来就是讲日本政府认为讲，其实伊是一个真宝贵的资源，我讲其实在地人也想要。享受嘛，老师，这张相片会当甲咱解说对无？这嘛是算野溪温泉一部分对无？这嘛是野溪温泉因为台北城较近嘛就足侪人拢，足侪日本人拢来咱北投，迄款浸洪水，浸野溪洪水拄开始是真原始、真天然安尼但是就是迄款日本警察，伊就感觉讲，即摆迄款咱台湾应该爱是开始爱有文明嘛，哪会使安尼查甫查某拢无穿衫一大堆人光天化日之下，踮安尼野溪安尼浸洪水妨碍风化，伊就是禁止民众过去野溪温泉浸泡。
啊，一般的民众就是讲啊，我即摆若安尼千里迢迢啊，行啊来到迄款北投浸洪水，啊，拢爱开钱，啊，就袂来啊。哦，啊，袂来，伊即款温泉业者吼，即款业主就感觉啊烦恼，我的温泉旅馆无人来，啊，我这行李是要安怎做？哦，啊，所以伊就甲这野溪温泉，伊就是做一个经历，哦，伊就踮咧迄款北投的野溪温泉真特殊，就是讲伊有5个小瀑布。哦，小瀑布，啊！日本人伊就甲迄瀑布叫做龙，哦，3点水，龙凤迄个龙，哦，龙就是瀑布的意思，哦，就是在这边这瀑布的所在，哦，就是咱即马迄款温泉博物馆边啊，啊！日本人讲遮或者头一龙，哦，头一龙第一龙，哦，头一龙，哦，就第一个瀑布，哦，头一龙这个所在，伊就是甲迄款瀑布的顶端。起厝顶，啊，这野溪温泉的边啊，就是用迄款竹篱笆，哦，甲伊做起来，啊，甲伊围起来，哦，啊，规个即马北投公园，因为野溪温泉伊就是老过迄款北投公园，伊就甲规个北投公园做一个经历，哦，做一个经历。啊，自迄个时阵开始，因为野溪温泉都即寡建设，都即寡做厝顶啦，啊边啊围起来啦，啊就变得是有一个遮蔽性的，哦，变做是有遮蔽性的，啊，就是因为安尼了开始就是愈来愈侪，迄款民众伊就是愿意来咱北投，因为伊即摆已经唔是去用禁止啊嘛，即摆在泡野溪温泉，而且不是那种公开的，因为有遮蔽啊，哦，因为有遮蔽啊。啊，所以这就是野溪温泉落尾经历了后，啊嘛是因为经历了后开始呢，这个所在就有伊的名称，叫做汤龙浴场。哦，啊汤就是温泉的意思，哦啊龙就是我拄仔讲瀑布的意思。汤龙浴场，汤龙浴场就是咱台湾的迄款浴场文化的起源地，就是阮这个所在开始。这就是台北厅伊规划建设的迄款公共浴场。第1905年的时阵，迄款有一个组织，哦，伊就是讲，推广台湾的那个浴场改良，哦，浴场改良。啊，为什么有这个浴场改良这个组织？因为以前的台湾人是无卫生、无爱卫生的，无爱洗身躯的，无男男，无爱洗。像以前阮阿祖就是身躯拢有一个味。我做囡仔的时阵，阿祖。迄身躯哪有一个味，啊，我就问爸爸，阮爸爸就讲吼，阿祖就无爱洗身躯啊。阿祖就是平常时就是洗骹手，啊，要过年的时阵才大洗身躯安尼。要过年的时阵才洗，啊，普遍的台湾人拢是安尼，啊，所以日本人来台湾，伊就发觉讲，台湾人有这种问题，啊，所以就是举了组织的一个就是浴场改良会的样子一个组织，就是推广要卫生要洗澡。辛苦。这嘛是咧草山吼，就是迄款草山众乐园。众乐园一开始嘛是跟迄款公共浴场是同性质的，同性质。啊，公共浴场伊是单纯就是跟他洗浴，吼，然后浸洪水，哦，啊这众乐园伊甲落尾迄款。北投温泉公共浴场就即摆温泉博物馆同款，伊就是伊内底设施较多，哦，伊内底设施较多，伊就是讲有休闲娱乐室，哦，然后伊甚至个这个外口个有去哦小朋友会使去遐游玩，啊，伊内底无动物园，哦，嘿，啊，这草山众乐园嘛，同款有一寡设施，哦。咱人的需求开始增加了后，不只是伫遮浸洪水、洗温泉，甚至还有其他的娱乐文化，一下要甲扣做伙咯。咱较听继续来讲。伫咧台南的关仔岭温泉区，有一尊守护的神明，叫做火王爷。听这个名，应该是台湾的信仰。毋过是安怎王爷庙顶悬会写不动明王呢？火王爷就是迄阵因日本人发现温泉了，直接建设了，因为不动明王伫日本是保庇因平安顺遂的，所以讲因日本人迄阵直接做一个疗养所了，然后甲因日本的不动明王请来关仔岭皇台。迄阵咱台湾人光复了，因日本人要走啊，
然后因走的时阵，因也无请转去。啊，较早的人也唔知讲迄叫做不懂冥王，敢若看伊后壁有一趴火，就甲叫火王爷。然后是阮阿嬷，是讲伊就既然伫遮关仔岭，甲来保庇阮大家，怎啊甲动员甲起间庙啊，到目前为止个。伫咧日本时代，关仔岭就是台湾真有代表性的温泉。迄当阵，互人称呼做台湾议会之父的林献堂，当年就爱搬山过岭来到遮度假。听讲一抓阁爱开袂少钱，到底温泉对迄当阵的台湾人来讲是有偌稀罕咧？讲到洗温泉，咱头拄才有讲到，就是从无共款这娱乐文化去做伙，所以变讲是咱一个对这个温泉文化开始有一个休闲，想要去佚佗的心态。今仔日才有一张古相片吼，这内面这是甲林献堂有关系，咱请教王老师。林献堂伫迄当时啊，就是咱讲是一个知识分子，嘛算是讲伊的社会阶层较悬的人。啊，去到迄个关仔岭迄个所在要浸温泉的时阵啊，是毋是迄个所在是较好嘅人，还是讲较好过的人会当去？啊，伊若是去遐，就是做这消费时阵，这是贵啊俗啊。因为林献堂伊是伊家族是足钱的家族，对，所以因去遐当然开较济是我认为是正常的啦。啊，伊开偌济哦。我看过伊的即个日记，有写过2摆开偌济钱哦，一摆去八工，开大概八十几块啦，啊一摆开10几块啊，13块的款啊，爱想讲日本时代这个钱是偌济，大概伫伊去的时阵，伊有写着是昭和，昭和时代。大概是1块是大概即马1000块台票，这是足简单的算法啦吼，就是用伊当阵的这公务人员的薪水落去大概去对，所以伊去一摆可能开8万块10几万安尼，头我可能讲唔对啊，就是毋是13块是130几块，可能是开8万几甲10几万安尼啊吼。当然，安尼诶消费咱感觉是足悬啊，但是你爱想讲伊家族是有即个财条去开遮个钱，但是你若是要去算较俗的，其实嘛是会使，因为伊有迄个头寡咱讲公共浴场嘛，公共浴场，其实收费是较俗的，嘛有较俗迄种即个住宿。就一暝大概1、2块的这种嘛有啊，就是看你的这个条件啦吼，来选择就对啊。其实因一般来讲，林献堂去遐，一般拢是去找伊的朋友，伊的朋友就是这咧开温泉馆的头家啊，就去遐伊基地啦，有当时是有迄个会去遐开会，无共的这个组织遐。会去遐开会啊吼，所以我感觉你若打看林献堂，你可能唔知影讲一般人去遐的消费的状况是安怎咧？除了就是去遐开钱以外，想要来请教杨老师啊，就是伫咧北投啊，敢无专门服贵妇遐好嘢人吼，即个好嘢头家娘一款一间啊安尼。北投就是讲离台北较近，当然就是真侪迄款商人，官商拢是来北投这边，就是做休闲然后就是浸风水，当然嘛有迄款真高级的迄款温泉旅馆，嘛有一般迄款平价的迄款温泉旅馆，嘛有公共浴场这种设置，这种单纯的浴室，这张相片就是北投的迄款八圣园，八圣园也算是中上的温泉旅馆吼。这是八圣园内底，咱北投人讲叫做风水间啦，有的人嘛会讲叫做风水群，风水间，拢是咧讲温泉浴室。这是八圣园，中上的对。老师，我想要过来请教，就是讲，既然啊，只要有钱人，因有才调去遮消费了后，遐开钱嘛。当然啊，遮温泉旅馆啊，业者因想要趁钱，
伊敢有其他的即款手段、手法，甚物是宣传？北投这边就是较有名的，就是艺伎，算讲水准较悬的。但是一般人拢甲北投认为讲北投就是敢若一个风化区。其实北投的风化区，唔是伫日本时代的，日本时代的风化区是伫艋舺。唔是伫咱北投，咱北投是算讲较高级的款消费区啊，消费区嘿。另外就是讲，因为北投就是离台北较近，所以伊就是发展足侪娱乐的方面。譬如讲北投公园，伊就是伫日本时代就是北投，就是迄款台北市的迄款小型的植物园。有这个昵称。过来就是北投嘛，小型的儿童乐园。因为第一款圆山啊这边。日本时代都有儿童乐园啦，嘛小型动物园，嘛是讲阮咧圆山只嘛有动物园，甚至落尾踮咧北投才个设台北的竞马场、跑马场、竞马场，所以就是讲北投伊就是一个浸洪水，个很多娱乐的一个地方。老师，那这张相片呢？伊这看起来，伊这是除了这是内面，这是应该是咱即卖就是北投迄个温泉博物馆内面嘛，对无？温泉博物馆内面，伊这边啊，你看伊个这画这图，个瞪一个鹰啊，这个这是鹰啊，这是啥物？伊这吼，这顶管这就是一个款热人戏啊，款夏日浴衣。夏日浴衣，你就是来讲这就是这个背景吼，就是夏天。热人时啊，就是已经有够热啊，所以无人要来北投浸洪水。迄时阵当时的款业者，甲迄款日本时代台湾日日新报，甲铁道报，就是联合，就是办一个活动，叫做大纳凉会的这个活动。纳凉会这个活动是日本踮咧日本应该基本性都有啊，只不过来日本的。热人市啊，这个活动就是甲带来咱北投这边统早开始主办，过来就是因为北投的大纳凉会主办成功，咱全台湾就是四界拢有。要来请教老师，亲像关仔岭迄个所在啊，听讲除了浸温泉以外，还有当拍这山球、高尔夫，敢真正是安尼？迄个时阵，咱台湾人敢有接拍1930年代，关仔岭就是为着要互伊生理较好的，交通问题拢解决啦。就是希望讲愈来愈侪无共款的服务，拢会当直接出现。遐个公园就整理了真水，嘛有即个山球的即个场地。但是即个山球的场地伊和咱一般知影的即个高尔夫即种球场无啥共款。伊这是较趣味性的，迄有啥物趣味呢？比如讲有伫这水内面的果林，水内面的果林就是讲你球拍的是一定爱飞过遐个水，才会当入去。还有像画面内面有一个迄个螺旋状的轨道，迄就是趣味性的挑战就对啊。其实像这个日本的风俗。有一个叫这福建宫博弈王，伊是一个高尔夫球迷啊，高尔夫球迷，伊来到台湾拢会找时间走去讲高尔夫球，定去淡水啦，来台南嘛有，但是伊来台南伊嘛有去关仔岭，去遐。浸温泉，但是伊无直接讲高尔夫，因为这毋是专业的场地。伊来台南是去另外一个所在，就即马山上的这个自来水博物馆，迄个所在。安尼老师你对我讲到风俗嘛，就是其实咱台湾有真侪传说，就是讲这个日本天皇来到这个所在，听讲关仔岭伊敢有去过啊？正确来讲就是1923年，这裕仁，伊当阵嘛毋是天皇啦，伊当阵是皇太子，皇太子是1923年4月，来到台湾嘛，但是伊来到啥物所在，其实拢有足详细
记录，但是伊就是无来过原安尔，嘛无来过咱讲的四中溪，其实伊无去遮个所在啊，什么人来遮个所在？我头拄仔讲的，这福建公博义王，19337月，有3个这皇族来到台湾，伊是其中一个，去关安岭，另外一个是这个。高松宫载人亲王，伊是去四中溪，但是咱知影讲，毋是天皇去遮个所在，但是嘛有，各有一寡特别说明，就是一般拢讲是，这皇族来遮度蜜月，但是我看就无影，因太太根本无来啊，因太太无来，伫遮伊较早就已经结婚啊，就斗袂起来呢。对啦，大家拢是希望讲吼，招迄人好家人，还是讲大官会分因的名声啦。安尼伫咧北投这个所在，因为老师你一直强调，北投甲台北较近，所以当然迄个大官去到北投的几率，或者是去到超山的几率，应该是较悬啦。嘛有即个什么皇亲国戚的这个传说，敢真正咧？像这张相片，这是什么款的会馆？对我阮王老师讲的吼，就是迄个裕仁皇太子，伊来咱台湾。伊较想要有来草山，有来咱北投迄款公共浴场。因为知影讲迄款皇太子要来，伊就特别踮咧草山这边去皇太子的贵宾馆。这就是要互伊来的时阵，会使踮咧遐休困。伊较想要来这个所在，但是伊踮咧这个所在时间无长，因为最主要还是要来北投。因为迄款皇太子伊对迄款地球的科学最有兴趣的。伊知影讲。迄款北投有迄款当时因为讲国宝矿石啊，就北投石，就北投的温泉亚溪迄款温泉吼，有迄款内底的石头就是北投石，这就是台湾的国宝矿石。就是要来北投看国宝矿石，所以又来迄款公共浴场，有留下足侪文献记载，包括迄款相片嘛有，所以这是较重要的代志。不过这日本政府来到咱台湾了后，经过这二战过后，一寡温泉乡、温泉区又搁出现什么款的变化咧？咱小休困一下，确定继续来讲。头拄则咱都讲到这个二战的这部分，要来请教到王老师啊，吼，就是讲咱台湾伫二战时期是算是荒民嘛，因为咱迄阵是受日本的统治，在迄个时阵的温泉区啊，敢有受到什么特别的限制？因为特别拄则咱有讲到嘛，其实温泉区遐出入真侪拢是遮的军人啊、警察，既然战争时代开始紧张啊，温泉区敢有受到什么款的限制咧？咱来讲这二战二战一般咱认为是大概1940年代叫做二战嘛，但是台湾有这种战争的一寡措施加管制，其实对1930就开始有啊，所以咱看像这张明信片，伊就有顶悬就有一个高雄要塞司令部检阅记。这啥物意思呢？就是你若看到日本时代这明信片顶悬有这字，还是相片顶有这段字，迄就是大概就是1930以后，较有这款的物件。伊当阵呢，要塞，其实有几个所在，比如讲这基隆，塔口、高雄，搁有马公，平湖遐，就伊有对这个所在有一寡限制。你若来台湾佚佗，伊的这个观光手册顶悬拢会写，你若来到这个所在，啥物代志袂当做，拢有规定。当然你若要出版，你有用到这个所在的相片，伫这个管制区内面呢，就爱互这个要塞司令部检查过，较会当刊登就对啊，会当出版。到1936年，伊个规定讲，空拍、空照图，空拍有几个所在袂当翕，其实遮个温泉足侪拢袂当翕啊。所以咱看足侪日本时代种空照图到后期就较无，就是原因是安尼。到战争的
期间吼，其实你对头过迄个林献堂，伊的日记内面都有写着，伊来到关仔岭，就开始灯火管制，灯火管制就是你暗时啊电火袂当开，迄类的，就开始有一款的影响啦。那战后咧，老师要来请教，因为北投迄个所在，如果讲就是讲离台北真近嘛，真侪官兵啊，甚至是较大的官拢会去到北投。也若是这阵人离开台湾了后，北投出现什么款影响咧？初期吼，因为就是真侪日本人拢已经转去日本了，所以就是真侪日本时代留落来日本人住的所在，拢变做是迄款运中国这边过来迄款公务人员，无就是一寡迄款军方。因就是去占一寡所在，所以咱北投就是自我做囡仔的时阵，我就知影讲北投就是四界拢是眷村，陆海空三军、警察，然后各单位公部门各单位的眷村，在北投拢找得到，小小的北投，各单位拢找得到，各单位拢找得到。有一段时间就是讲，因为拄迄款二战结束了后。所以北投一段时间其实是迄款，应该是讲温泉业吼，伊是真萧条的，真萧条的，因为战争都结束嘛，迄款北投自本是一个享受的所在，你袂使搁继续享受啊。虽然即摆已经是所谓的台湾光复，但是不是台湾光复了，但是就马上恢复繁荣，不是这样子。对。所以这段时间北投是真萧条，真萧条。落尾才渐渐有迄款，因为比较起来，当时中国过来这寡公务人员这寡公务人来接收台湾的这寡公务人员，伊就是讲。伊的经济上，伊较好，所以伊伫迄时就感觉讲，台湾是咱即马中华民国新的土地，伊尤其个台湾个咱北投个是日本特别开发的所在，伊感觉讲北投是一个对因来讲是一个很稀奇的一个东洋风的一个小镇这样子，因迄时就讲好做。洗温泉，要来这洗身躯，要来这就是享受就对啊。再发觉讲来这边的温泉旅馆、温泉饭店语言不通，语言不通，因为迄时阵台湾人拢讲台语嘛，无就讲日本话嘛，袂晓讲那款北京话嘛，所以就是语言不通，就是一段时间就是讲有真侪从中国过来的妇女啦，伊就是会来北投求生，来北投这边工作，就自迄个时阵开始，北投开始变成是风化区。自迄个时阵开始，北投有一个新的转变。对，尤其是迄款1949年以后，因为国民政府就规个撤退来台湾嘛，规个撤退来台湾了后，就是。北投1949年，更多的外省妇女来到咱这个所在，搁加上讲，足侪迄款中国人来北投，就是占所在，占日本人的厝。就自迄个时阵开始，就是规个北投就是完全就是风化区的所在，就有安尼开始。要请教老师啊，若是讲这个战后过后的这个关仔岭，伊有啥物款的变动？亲像北投有日本人离开，但是像关仔岭这部分呢？其实战后这部分有另外一个人的日记写真侪这人叫做吴兴隆吴兴隆的日记其实写到足侪战后的关仔岭其实和日本时代足像，就是常常伫遐办足开会研讨会足侪到看伊的即个日记内面写的一开始迄愈写状况足好到后来就愈来愈破一开始你看即间三战楼的，这伫日本时代叫清秀馆这嘛是台湾人
经营的。本来其实是日本人经营的，爱甲买落来，清秀馆，看状况要足好。但是到后来的相片就是开始有一寡愈来愈破的所在，像这张就小可看得出来。这两张相片拢是伫台湾的美军翕的。大概是1954年翕的。到后来就是你看愈后壁的相片就开始有一寡变化。所以咱就爱去思考讲，这啥物是台湾的温泉？应该爱有啥物款的品质，来当去思考。其实咱台湾四界啊，真侪所在拢开始伫咧挖温泉啊。挖温泉了后，伊挖出来了后，伊对这在地当然就是一个观光产业的一个推展啦。当然讲，这个亲像老师你所讲的北投啦，还是关仔岭，甚至是讲其他所在的温泉，其实伊拢伊背后的一寡文化资产，其实迄是一大包的，但是大家拢无想要去吸收甲了解，顶就是讲，我来到这个所在，就敢若讲，我顿卡来到这个所在，我浸一个温泉就要结束啊。当然，这个问题想要来请教王老师啊，就你安尼看遮尔侪古相片，甲去过咱台湾这个温泉所在，你认为讲咱今麦目前啊，会当安怎做来延续咱的这个温泉文化生命？我认为上重要就是你要去了解这个历史。咱了解这个历史，毋是讲咱要倒去倒一个过去。毋是安尼，是因为咱了解这物件，咱较会当清楚知影咱要行去什么款的未来。我感觉这是上重要的。咱的温泉虽然讲是日本时代带入来的文化，这是台湾的一个无共政权统治过一个特别的所在。但是安怎互伊变成台湾的特别的所在？咱的台湾的温泉是啥物？和日本有啥物无共？咱去思考这个问题。咱才会当甲全世界讲，咱台湾是啥物款的台湾？我感觉这是上重要的。老师讲到，咱的台湾是啥物款的台湾？这是台湾款吼，这是咱节目自头至尾一直想要互观众朋友了解，互引传咱观众朋友来思考到，咱台湾会当食到啥物款的台湾，啥物款的文化特色。亲像今仔日老师甲咱讲到，遐尼侪温泉文化，咱会当清楚到咱台湾人其实要享受这小富富，而且是真优质的这个温泉呢，是讲是咱台湾人的幸福。而且这温泉背后有真侪无同款的文化意涵。今仔日非常感谢呢，邀请到杨老师甲王老师来到现场，甲咱分享到南北的这个温泉。感谢两位老师，多谢。温泉乡不只是温柔乡，也是文化生态地。特别咱的台湾的温泉是遐尼多，是咱台湾人真特殊的宝贝。要延续到这温泉生命，大家就要来拼同齐。你心目中的台湾款是啥物款呢？我是嘉豪，后礼拜同一个时间收看《这是台湾款》，咱再会。非常多谢两位老师，感谢，谢谢老师。